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18页，正文第18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到第9节，就是解说到无上常的写净真大曲，菩提成愿言。即嘛应该呢，爱对第10节继续来甲咱解说。第10节就是此上是顿教，译名大法传，密文经累劫，5节刹那间。此上就是讲这个无上常，讲这个无上常呢是属于顿教。在前面慧能大师讲现地实啦，我有一无上常，各事相处。所以伫遮对说通及心通，乃至菩提成愿言，这个常呢，就是属于无上常。无上者就是真理啦。所以无上常呢，就是伫显示真理的迹象，这名叫做讲做无上常。慧能大师讲，此常是顿教，讲这个常啊是属于顿教。这个顿教呢，有两种意思，一种叫做顿成之教，一种叫做顿说之教。顿成之教呢，就是讲会当好真赶紧啊来了悟、来成佛果这款的教法，名叫做讲做顿成之教。伊若是顿说之教呢，就是讲直接讲大乘教法，直接呢讲成佛之道。中间呢，并无搁再经过小乘、三乘等等，直接啊就讲大乘一乘实相之法，这名叫做讲做顿说之教。遐伫这个所在所讲的顿教，前面者呢，这拢是属于顿说之教，也是属于顿成之教。因为直接讲大乘教法，也就是属顿教根基的人呢，会当好真赶紧来了悟，来成就佛果。所以这名讲做此上是顿教。译名大法传，讲译名呢，叫做讲做大法传。讲大法传呢，佛啦，以这个佛法来度人，超越了生死的苦海，到达涅槃的彼岸。这个佛法呢，就敢像迄船共款，所以名叫做讲做法船。咱众生啊，从生死的此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爱渡过烦恼的河流，就是讲爱渡过一条迄个河沟。这条河沟是要怎样过呢？这条河沟啊，就是爱有船像讲咱从这边的出发点要到迄边的目的地，中间有一个海啦，一个江河啦，迄个水真大，要怎样过？人跳落去流去啦，所以必须要坐船坐船就可以过，都袂去沉落。这个船在咱佛法中呢，就是度咱会当好了脱生死，会当好来成就圣道的佛法。
在护法藏端地来安尼讲，讲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啊，必假法转，方得度脱。讲若是要来跳出三界的生死的大海啊，就必须呢爱加少这个法准，才当来得到度脱。也伫遮伫咧讲做大法准啊，这干别啦，毋是小法准。小法准也就是属于小乘法，小乘法呢，就是自己修行自己了脱生死。大法准就是大乘法，不但是自己了脱生死，佮再度真正一人了脱生死。像讲一只大只船，会当好坐几落千个、几落万人，也伫咧驶船迄个船长，个人伊会当好坐即只船，从出发点的即个所在经过大海，到迄个目的地。但是呢，伊原来也是带了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呢，同者啊，就呢会当好到达目的地。那这就是一只真正大只的船啦。所以名叫做讲做大法船，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当讲到众生之法啦，名叫做大法船。下面讲迷文经累劫啊，五积刹那间。讲若是迷文呢，就经累劫。迷文的意思就是讲，对你所听的呢，你袂当互来了悟。对于所听的，若是啊，袂当互来了悟呢，就是啊，爱经过累劫。这个累劫就是讲经过无量劫啊，也佫是在生死道中，也佫是共款呢，袂当互来得到解脱。下面讲五积刹那间，讲假如你若是会当好悟呢，就是啊，在这个刹那间，若是袂当好悟，像是讲累劫咧，也袂当好来成就。若是会当好悟呢，刹那间就会当好来成就。对于这个刹那间就会当好来成就这个问题啊，在《列大乘论》呢，有一个问答，就是讲时间真中远啦，为什么呢？会当好讲随时来成佛？时间这样真中远，甲倒一日会当好来成佛呢？回答就是讲，此妄为经人呐，无奈事如轻，故虽时无量，立在一刹那。这个意思就是讲，咱呐，伫咧迷茫，虽然是讲经过几年都伫咧迷茫，但是这个悟呢，随时啊就悟啦。所以虽然时间是无量，会当好立在一刹那。咱即马过来进一步来说明，比如讲咱一个人迷茫哦，莫甲伊讲是几年伫咧迷茫啦，咱甲伊讲伊即个人呢，规暗拢伫咧迷茫哦，从暗时8、9点困，甲天早可能困甲日头到，还过咧迷茫，安尼就迷茫真久咯。毋过一旦醒呢，随时就醒了，并毋是讲啊，你这迷茫久，啊醒都要慢慢啊醒，毋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五积刹那间的甲这共款。虽然是讲咱众生从无始劫以来，都是在无明的迷茫中，毋过你只要会当好悟呢，随时都会当悟。所以这个迷文经累劫五积刹那间。也是伫咧强调啊，伊智慧呢，会当互来了悟佛法。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这部六祖大经，八戒第二这个真重要。八戒就是智慧的妙用。若是有智慧听到，随时了解，随时悟；若是无智慧听袂了解，袂当好悟，
袂当好悟生生世世，抑搁在六道轮回中直直受生死轮回。若是会当好悟呢，一刹那间呢，就会当好来成就佛法。下面师后话今以大梵师说处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时为师君以官僚道术，文书所说无不成误。一时作咧解叹现在，何其岭南有佛出世。书后话，六祖慧能大师搁在安尼讲啦，讲今日大梵师说出顿教，讲现在时啊，在这个大梵师的所在，大梵师内底有一个讲堂。慧能大师呢，就是互人请来这个大梵师家来讲经。讲即马呢，会当好在这个大梵师来讲这个顿教。这个顿教拄则讲了啦，就是顿成之教，或者是讲顿说之教。因为六祖所讲的是属于顿说之法，就是讲直接来讲迄个成佛道的道理啦。因若是有教迄个根基的人呢，伊也就是会当好言下了悟来得到佛法的奥妙之处，结果呢就变成了顿成之教。讲即摆来讲这个顿教啊，普遍呢愿望法界一切众生，会当好言下见性成佛。言下就是讲一句话迄个所在。在所讲的迄句话，迄个所在，会当好来见性，会当好来成佛。五祖甲新秀大师讲言下思悟，就是讲在讲一句话迄个所在都爱悟，思量则不重要。你伫遐想过来想过去，用个意识的分别去开想啊，这袂使。即款的拢袂用必须呢。在讲一句话迄个所在，当随时了悟。初祖到二祖，乃至五祖到六祖，拢是言下了悟，拢毋是用个意识的分别。这就是禅宗伊的特色。禅宗的特色就是讲，必须以无分别的智慧来发起妙用，随时会当好来体会佛法。毋是用个意识妄想去伫遐直直分别，所以伫这所在则讲希望法界一切众生呢，言下会当好来见识成佛。那这就是慧能大师伊讲经的愿望啦。下面时为师君伊观了道术，时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将道理讲完了，迄个时阵，讲迄个时阵，这个为师君，就是为处士啦，伊就甲官僚道术。这个官僚就是讲做官的同僚，也可以讲就是为处士伊的部下。已经呢教甲这个其他的道术，道会使来甲讲就是属于出家啦，术就是在家。就是讲有出家在家才地主文书所说的无不成误。因听到慧能大师所讲的这道理无不成误。就是讲无一个无成误，伫遮毋敢叫做讲做开悟，该叫做讲做成悟，就是讲对迄个道理呢，几分有所了解，有所体会。但呢，却毋是讲真正来得到明心见性，真正得到明心见性，这才是叫做讲开悟。因无过呢，过去无了解道理，现在是呢有所了解啦，所以叫做讲做不成悟。讲一时作力，一时就是讲讲一个时阵，因为因听了有所了悟。
为着要来感谢慧能大师对呢开始所以呢石啊当者来向慧能大师来礼拜，讲感叹现在。伊即摆家顶礼了后呢，每一个人拢异口同音赞叹，讲现在，现在就是讲，哎呀，真好啊！讲好奇岭南有福出世，好奇就是讲哪里会知？讲哪里会知？在咱这个岭南这个所在，就是讲南方这个所在啊，有一位佛啊出世，这就是咧赞叹慧能大师。就将慧能大师呢，该当作讲就是现在的佛啦，该当作讲就是一个活佛，所以才讲做好奇岭南有佛出世。对于时魏书君起到个岭南有佛出世这个所在，这呢是编辑《六祖坛经》的人所写出来，这毋是六祖的说法，这就是啊。将迄个听众的醒悟，以及甲对六祖的赞叹的话，甲写出来，以这个呢来做八戒第二说法的结束。即嘛讲到这呢，就是将八戒品的第二讲了。所以呢，就是要讲第三品，就是属于疑问品啊，名叫做讲做疑问品第三。所以叫做讲做疑问品啊，就是讲为出世因呢有所疑问。疑问是啥物呢？就是达摩祖师甲梁武帝讲，你安尼做无功德。当时呢，对往生上叫世界这个问题，因有所疑问。因为疑问呢，所以啊。就来请六祖慧能大师来对因啊，开始。这个疑问品啊，那是在形性时本，乃是在第八。伊的名称呢，就是讲伊这个品名呢，叫做问答功德及西方相状文，乃是在下卷，也这个研究品呢，是摆在第二，叫做释功德净土第二。迄个内容啊，虽然是讲差不多共款，但是咱现在是所用这个宗宝本呢，是第三品，形性是本呢是变成在第八，研究本呢变成在第二。前后的次序呢，有小可不同。疑问篇的内容就是达摩祖师甲梁武帝的对话。达摩祖师指出梁武帝所做的毋是功德啊，当时往生上极乐世界等等的这个问题啦，我若是有所疑问。即摆咱要来解说疑问第三。爱甲分作7段。第一段就是说明说法的由来，就是慧能大师来讲这个疑问品的由来。第二呢，就是说明达摩祖师讲无功德的迄个话。第三就是解说功德甲福德。第四就是西方108000之说。第五就是自身的密道甲唯心的净土。第六呢，就是开始无想常劝人修行。第七就是对说法的总结，分作这7科。现在是咱即马来讲头一科，就是一日为处事为师摄大会斋，斋日处事清师成作，当官僚师事属用再拜，文月
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小儿愿大慈悲，得为解说。书曰有义即文，五段为说。这就是语文篇第3分落来的头一课，就是明说法的由来。一日就是讲另外，再有一日啦。再有一日，这个为处士呢，来为师设大会斋，就是讲这个为处士啊，来为着慧能大师啊，来设这个大会斋。所以叫做讲做大会，就是大法会。在这个大法会中啊，设迄个斋供，所以名叫做讲做大会斋。大会斋也可以讲就是备办真正这斋供，来供养慧能大师，供养所有这出家师父。在家己师设这个斋供，来供养珍宝呢，可以讲就是功德最大。当然，这个功德大或者是无大，应该呢就是讲下着当时的需要。可见在当其时，咱世尊迄当时阵以及甲以后啊，一直提倡讲实在功德无量。那在迄当时阵对食方面呢较亏欠。因为对这食方面较亏欠，所以假如你来当好设斋供，来供养出家人，安尼这个功德真大。因为出家人在平常时阵食是真辛苦啦，要食一顿较澎湃就无当食。即句话讲就是讲，在身体方面要吸收较丰富的营养呢，并无简单。在这个情形之下，会当好来设这个斋供来供养，这个功德真大。但这个情形甲咱现在是讲起来就无共咯。尤其是咱中华民国丰衣足食，会使你讲全世界只有咱中华民国、咱台湾地区的这人是食上好。这是包括了日本美国这款的经济丰富先进的国家，因都食无咱的好。所以咱会使咧甲伊讲，咱迄阵时的营养已经是够极。你看咱现在时一直咧讲，哇，我食了伤大苦咯，要来减肥啦，毋通食较济啦。那可见就是营养过剩。在这个营养过剩的这个时阵，咱来设斋供养出家人，那这个功德是毋是甲以前共款呢？因为咱现在时并无这个需要。所以，假定讲咱要请出家人食饭，也无需要像以前讲哇，办甲一道翘澎湃。平常安怎样食，上计佫加一项菜、2项菜，安尼就可以了。诚心诚意就是功德，无需要浪费。为着要请出家人，浪费，出家人伊要互你请，也是爱了伊的时间，那到底是毋是有功德，这是咱现在是考虑的问题。因为伊无来互你请在寺院，伊食伊的饭，可能共款有够营养伊来互你请呢，变成讲都还佫行路来互你请，再佫倒转去，不管是坐车或行路也好啦，总是要了时间啦。所以咱现在是对于这个斋供功德这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出家人伊的时间考虑讲那么伊的需要是如何。假定讲咱会当好将要供养出家人的这金钱呢，来摕来做弘扬佛法的功德，反正这个功德佫较大，不一定。这是我讲到这呢，提出来补充说明。即摆遮所讲就是讲有一天这个为处士为着慧能大师来设大会斋，来供养这所有出家人。最轻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暂一分钟，我再佫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